东山即别爽，东山东河社区东河村中央公社大公社，台语的叫大公界，大公界。你看那个音哦，就是世界那个界的音，大公界，所以要写大公界，大公界。所以那个字可以念作界了。你看通那个世界的界，大公界。一般都写那个床铺，然后里面一个解答的解。这里离北边的道路不远了。夏天哦，路边还有那个莲花田，很美。正前方看到的是西拉雅平埔族，他们祖先来自于那个家里消融社，是西拉雅族4大社，南部西拉雅族4大社之一的消融社。哦，从那个积水溪，然后归从溪上来的，是清朝乾隆时期，因为番屯呢，可能是收番要防守生番了哈。因为东边的东山那边古代有多罗国社，可能是要防备哈，所以才会有平埔族的来到这边呢。那成立了这个村落叫吉贝耍，后来叫东河。还有5个公社呢，东公社、北公社、东南公社、西南公社，这里是中央公社，叫做最大的大公社。看这个建筑物就比较大，正中间，然后左边、右边，正中央拜阿里祖、阿里母，它的左右边有拜巡查神。一般的公社都两个部分，2个空间，正室呢是供拜阿里母，然后旁边的就是拜巡查神。这中央公社的阿里母最大，然后再来是北公社的阿里母。也有时候也有拜太祖、太上李老君。也有拜太上李老君。暗族阿里母，因讲拜暗座暗公，暗座的是阿里母，暗公的巡查神啊。原来那个案就是巡案大人那个案呐，那个桌子叫案呐。你看有湖泊，你看那个造型，那个湖，然后那个树叶的那个是泽兰呢，它不是拜湖哦，那个湖叫阿里湖，阿里干啊，国语说阿里湖。不是拜那个湖，是湖里面有水，然后祖灵附着在那个水上面。注意看那个有竹子，然后绑着那个猪头壳，那个动物的头壳，猪头壳。他们农历9月4号晚上有拜业祭啊，也有拜猪呢，整条的哦。然后到了初五，农历9月初5，也是拜的是猪头，拜猪头。村民吃那个猪头可能是要吃那里面骨头里面那个髓啊，骨髓啊。猪头脑可能猪脑补脑。现在21世纪了哈，提倡素食环保救地球，比较没有再杀生了，可以用那个米面做的假的猪了，诚意最重要哈。这个阿里母呢，信仰是拜祖灵的意思，也是供奉祖先的。你看呢，拜那个槟榔还有米酒，很简单的哈。槟榔跟米酒，原来是跟平埔族有关系的。
然后初一十五要来献花，要换那个新的泽兰，泽兰可以栽种。中央正式供奉阿利姆，名称叫暗主阿利姆，这最大中央公社大公社，可以念戒的中央公戒大公戒。然后旁边呢是巡查省，巡查省。巡查省，他们是祖先的信仰，西拉雅族原住民神圣信仰的主流的场所，他们是信仰主流的场所。你看老旧的牛车，老旧牛车，百年老树群，百年老树，什么老树啊？吉贝耍西拉雅文化村哦，吉贝耍西拉雅文化村，百年老树。你看老树锯掉，你看中空啊，老树锯掉哈，你中间是空心的，所以植物只要是靠那个皮你在里面一点，靠那个皮在输送水分的管呢，维系的管，所以那个皮很重要。西拉雅艺伎，吉贝耍孩童牵起了传说舞蹈团万安部落也有请原住民来表演的吉贝耍传说舞台剧，还有青年会交流，大满舞团长官致辞，苏米安三布衣阿能活动联络电话吉贝耍部落学堂0662331906。这是中华民国105年，今年2016年，这是今年举办艺伎还有原住民的民族歌舞交流的晚会，还有祭拜猪千曲看 Q， 还有三项祭拜阿利姆，还有笑海祭下午2点到3点笑海祭，上午8点到12点拜阿利姆，有艺伎呢，然后到隔天都还有活动，农历9月4号、5号都有活动。你看这湖泊很早就有了，你看旧的照片呢，部落的照片，部落的照片，你看，村民于学校礼堂参加政令宣导活动。吉贝耍国小，早期的国小就在这边呢，早期吉贝耍国小就在这边，就在大公街这边。然后已经移到东边了东山往六甲的道路的东边。